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偷食无补数，老屎就艰苦。字面的意思是叫人唔通贪食，那话句的意思就是苦劝人唔通贪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数，补数的数，读四号数第二条。数有场地意思，咱讲场所，若是公共场地，就是公共场所。公家机关的单位嘛，号做所，像讲负责某一个地区的机关单位，咱讲公所。若是分局设一个基站的机构，咱讲是派出所，无人讲直接讲派所。互咱方便的所在，就是便所。所嘛，当讲是一个指示代名词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代替咱所讲的人、代志或者是物件。像讲你所想的，我所讲的，还有开销嘛，当讲是所费。无要紧，无关系，咱嘛当讲是无所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靠会时代拢会讲到的词，读做所摆，会当讲是所以，因为安怎所摆安怎，随望安怎所摆安怎。第二个词读做补数，意思就是效果，嘛会当讲是报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套新开发的学习方式有补数，所摆声真侪学生囡仔报名，想要来体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